喺呢個信息萬變嘅時代，健康同埋保障係我哋每個人最關心嘅話題。2025保理醫理第一輯1連7集，我哋將邀請嚟自悠悅醫療嘅專科醫生，探討常見嘅危疾重病同埋一般危疾醫療保險嘅理賠範圍。睇片之前記得先關注我哋 LUA 保協頻道。大家好，歡迎收睇保協頻道2025保理醫理專輯。我係今年保協會長 Teresa。今日我哋請嚟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朱偉明醫生講解香港大腸癌嘅實況。朱醫生啊，2022年咧大腸癌嘅新症據我所知咧有成5190宗咁多，穩居第3位喎。不過咧增幅又好似比其他嘅癌症放緩喎，點解咧？係啊，因為政府咧喺2016年推出咗大腸癌篩查計劃，咁總共已經有多過40萬嘅朋友參加咗，當中大概有6萬當中嘅人咧就大便隱血呈陽性反應。咁呢班病人裏邊咧多過一半做大腸鏡嘅時候就發現有管狀腺瘤，咁如果切除咗咧，基本上就會大大減少患大腸癌嘅機會。但係好唔好彩啦，參加呢啲咁嘅篩查計劃嘅過程裏邊咧，大概100個病人裏邊有5個，如果大便隱血係有血嘅話咧，咁都係有機會係有大腸癌嘅機會。咁但係點解大腸癌雖然篩查咗都持續咁多咧？主要都係因為我哋嘅飲食比較豐富啊，多肉啦、少菜啦，每日嘅膳食纖維吸取量都唔高，咁加埋體重肥胖啦、少運動啦、食煙啦、飲酒啦，咁所以點解癌症喺香港大腸癌啦或者其他癌都係依然咁高？咁聽講咧，腸鏡嘅檢查咧可以反轉癌症嘅風險喎，係咪真係咁犀利啊？係啊，其實如果我哋做大腸鏡發現有管狀腺瘤，將啲管狀腺瘤切除咗咧，基本上都可以杜絕大腸癌嘅出現。所以如果有啲高風險嘅群組，譬如家族有大腸癌，我哋會建議早病發者，即係爸爸媽媽早病發前嘅10年就開始做大腸鏡。如果一般冇高危因素咧，以前就會係50歲先做啦。但係而家最近嘅建議都會褪前咗去45歲。有個別嘅病人如果有脂肪肝咧，可能我哋40歲就會開始建議佢哋做啦。咁同埋而家新一代嘅飲嘅排便嘅藥水咧，個味道都幾好飲嘅。咁又冇以前咁辛苦啦。咁做大腸鏡過程又麻醉咗喎，咁所以其實一啲都唔辛苦。咁但係如果有觀眾擔心切個息肉嚟到去買危疾保險咧，係咪會被拒保㗎？朱醫生點睇啊？係啊，因為有陣時如果你做大腸鏡發現有管狀腺瘤，一般保險公司咧會將大腸癌列為不保事項。咁但係又好得意嘅喎，你定期做大腸鏡咧，其實你唔會有大腸癌㗎嘛。咁所以你唔應該因為呢一樣嘢而唔買一個危疾，保障你自己啦，保障家人。同埋當中咧，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如果你有大腸管狀腺瘤咧，其實佢哋都有增加心臟病啊嗰啲嘅風險嘅。咁所以其實你應該趁自己發現有管狀腺瘤，應該早啲去買危疾保險，為自己啦同屋企人啦多一份保障咯。提到保險定義，如果切除組織化驗係原位癌 TIS 或者係 T1 期，咁個賠償又會點樣處理咧？其實兩者差別都幾大㗎。如果係原位癌 TIS， 咁好多保險公司咧只會賠償係早期危疾20%到30%啦。咁但係如果係 T1 啦，入侵咗係黏膜下層咧，咁大部分嘅保險公司嘅危疾條款都會係100% 嘅賠償。咁有啲保險公司個別仲有持續及多次賠償，咁所以個差別都幾遠嘅。咁但係要注意一點啦，中國國內保險咧，佢哋2020年更新嗰個危疾定義咧，裏邊係唔包括原位癌嘅。咁即係話，如果你喺香港做檢查發現有原位癌，喺國內嘅危疾保險咧，好大機會就會冇任何嘅賠償啦。朱醫生啊，咁不如咧最後請用一句嘅話鼓勵未檢查嘅觀眾啊。係啊，腸鏡檢查其實係一個偵測啦、治療啦、預防3重功效嘅癌症篩查嚟嘅。你早10年檢查咧，可能會為你慳翻好多嘅醫療費。
同買保險一樣啦，預防勝於治療啊嘛。咁所以點解政府會鼓勵大家早啲買自願醫保？我哋今日咧好多謝朱醫生啦咁詳細嘅分享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從今日嘅討論當中獲取寶貴嘅資訊，重視大腸癌嘅症狀，早檢查早治療。多謝收睇，下集我哋會探討心臟病嘅成因同埋理賠實況。下集再見啦！